我再讲你讲中年的，你说那个都是海人，从快让你那猜着，然后我猜到了这啊，都不对，这个怎么让我从我都黑你家我猜到啊，因为买个鸡带用他们猜了，我知道那头他真讲了，咱们说的，他怎么动这了呢？我染姐的，这后面那我找了那个。弄来了，那就好你了，今天你，那我考好没有啊？你那干你不要，那还那么那，报道。卡的嘛，我都开发了，中年的，人家都说没当中那还有中年，我从这么慢。老，我看见人家都上人带钱，都拉倒吧，就家那么高鸟嘛，我看见他们因为上个大木去多，你去干多那钱哟，我们高鸟才去多少钱你说？不要，我离路就上大那里去出没来多钱，出没来电人多，只有到机场家哦，我们高鸟。怎么的？我妈妈又干嘛？我离了嘛，还厉害！老我那年车就帮谁给买几嘛大娘了，没有这个俺这啥人干的呢？那，现在就没。老，你家黑几刀啊？路车人我家黑了啊？黑几刀？哎，不老，车老久了，我路车老要赔，路子要啊？我等下路车没的，我路老了。老，那个黑几刀在家就车中了。哎呀，把垃圾，我路车老了，这个撞北要给人了哈，拿了北的，有理了。这年龄的哈，干了就到那有谁就找着，别那么多在乎个地都那么多在用，就说，路车路那很老，我怎么那门的有错别的，可得都干不少的，那门的，那中国人容易了，不要去看去，中国人的老说钱落了我这里钱没谁，用路的谁我错别的可得去当干不好，都报道我看的嘛，你老大了，对啊，那就这用了哈，就可以，你就问家伙，你老大了，还是对我，不能开大就知道的，你就问家伙，老没在，喂老，我今天买点烟的奶了，这什么人？这我这没搞到白的，我这个用么我都是有着急门去了，该不是了，要加小菜。我去做了。那么大呀，老地大人是就那个了。对，都是你说给20个人为什么好我呀？你说我好累了，所以20个人我们都马开哦，为什么好问题了？我呀，别说这老板哈，说你说的什么不，我就说的大，那么就知道吧？那是多那嘛，非说的东西我谁家知道吧？都，你多了，他们在路拉多了，我们开伢都你多了，他们开了，我混不着，知道好了哈，他开了还你老大了，那开好多我们烧水了，都大家都好这样，那都来我要了老，你家搞真不了的，不老，大家很同个都这样，你搞什么？我这我们做到这给家当了还家，多么对得起，我到那个我都谈了多，我这个了多，老我不留意识到家我给当了，我当了人家不了，我们那个什么谈上。